今年办理桃园的台湾灯会环保局嘛，利用人工智慧要来监控环境的卫生。灯区的附近会有设 AI 的摄影机，那侦测到讲有民众塞车，还是桥倒摆乌白蛋粪扫会利用科技执法来开单。一个民众趁灯会起过进前成立协会灯，2025年台湾灯会办伫咧桃园市，主要灯区伫咧 A18桃园高铁站，另外伫咧 A19桃园体育园区站有规划光的游戏场。光的游戏场自2月初7开始试营运。桃园市环保局表示，因为灯会定有乌白蛋粪扫的问题，所以在会场附近有装 AI 摄影机。那侦测到民众塞车，还是骑机车乱蛋粪扫，就会开罚。民众嘛肯定运用科技处理，表示除了维护环境卫生，也通分担稽查人员的工课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至少可以让这个市容变得比较整齐一点点，然后也避免民众可以这样乱丢垃圾这样。我觉得开罚是有效的，就是要维护环境的话，就不要乱丢垃圾。另外，环保局嘛出动稽查人员骑机车巡逻，车顶拢有摄影机随时记录违规影像。环保局提醒民众，若是乱蛋粪扫，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罚清2-6千。为着配合初7开始试营运，到2月12开幕以后的交通环境，交通局表示，自初7开始，桃园捷运 A19站附近的灯会区有交通管制。有周边的文德路、民权路、公园路的一些部分路段会做时段性的行人徒步区的管制。周一到周四的管制时段是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11点。那周5到周日以及2月12号的开灯日，则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11点。交通局表示，因为电区4周停车空间有限，所以除了交通管制，也有规划免费的交通车。自2月11至23有提供服务，拢总是有5条路线。交通局嘛建议民众相关的交通资讯，通伫咧台湾灯会的网站先查好清楚，避免交通混乱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桃园报道。